如果讓你去拿下一個讓你心動的男人，那你會怎麼做呢？我想很多女人想到的是為他無私奉獻，對他好，關心他，事無細的照顧他，給他買他想要的禮物，在他喝醉的時候給他熬一碗解酒湯，在他低落的時候想辦法哄他開心，陪在他身邊。這類型的女人會覺得只要自己夠好，就可以讓男人感動，就可以讓他為自己注迷，然後愛上自己。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？只要對一個男人無私奉獻，就可以拿下他的心，讓他從此只愛你一人嗎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這樣做或許確實能夠讓男人暫時感動，但是並不會讓他逃出自己的心，讓他心甘情願只愛你一人，還有可能被壞男人利用你的好，然後傷害你。想要拿下一個男人，聰明女人不會無私奉獻，而是選擇這麼做，真的很管用。一、展現自己的優秀。不得不承認，這個社會其實就是一個慕強的社會。以前大家都以為只有女人才會想要找一個比自己強的男人，但事實上，男人也喜歡很強的女人。最好的兩性關係一定是彼此之間都有對對方有用的價值，而且彼此都很優秀，也就是我們說的強強結合。這樣的關係真的會很穩固，男人也會更難離開這樣的女人。你想要大方的展現自己的優秀，讓他看見你的優點，看到你身上擁有的價值，這樣才能吸引住他的注意力，讓他為你注迷。一個女人的內在價值決定了一個男人愛她的程度，越是高價值的女人，男人就越愛。千萬別被一個男人如果真的愛你，就算你一無是處，也會愛你這套給洗腦了。他或許會愛你一時，但愛不了你一世。所以不要再撞住逆住你的優點了，大大方方的展示出來，讓他看到你的優點。酒香還怕巷子深呢？你不展示出來，別人怎麼知道你身上有哪些優點？二、只圍住自己轉，男人最愛什麼類型的女人呢？看過偶像劇的應該都知道，最愛的就是女主角那種從來不會圍住男人轉，只圍住自己轉的女人，反而是那些永遠圍住男人轉，以男人為中心，靠近他，吸引他，讓他知道自己的喜歡的女人，永遠得不到男人的喜歡。男人就是這樣子，越是圍住他轉的女人，越是愛他的女人，就越是看不見。當你整天圍住他轉的時候，他會覺得你完全沒有個人魅力，反倒是那些不圍住男人轉，只圍住自己轉的女人，他覺得對方充滿了無限的魅力，覺得他渾身上下都充滿了閃光點。所以千萬不要再圍住他轉了，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來，更多的關注自己，關注自己的事業，關注自己的生活，去做你喜歡的事。當你更多的關注自己，你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就能夠吸引他，讓他為你注迷。如果你也有喜歡的人，也有想要拿下的人，那麼不妨試試看，不要再那麼傻傻的無私奉獻你的好了。你的奉獻只會讓他覺得他值得，覺得他一定是有很大的魅力，才會讓你如此注迷，反而會讓他對自己充滿莫名的自信，並且不重視你的奉獻。但是你改變一個思路，改變做法，那麼就會換來不一樣的結果，就可以讓他改變對你的看法。他會覺得你很優秀，就想要把你留在身邊，會想要永遠擁有你，因為你太優秀了。他害怕錯過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、這麼優秀的。拿下他其實很簡單的，就是讓自己住進他心裏，讓他覺得你是他最好的選擇，那他就會一直愛你了。